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知最近飲茶嘅時候呢，你哋梗係會聽到隔離台嘅仔女同啲阿爸阿媽講，你要行多啲路啊，唔好成日坐啊，預防腦退化啊。聽到呢啲嘢，就算唔係直接同你講啊，你個心裏邊梗係覺得有啲煩啦。我心諗，我而家啲手腳好好地，行路又未使人扶，仲要聽你教訓，好似當我3歲細路仔要教人點行路。唔使啩。我好明白呢種反感嘅。其實呢，係喺科學角度嚟講，係潛意識裏邊最後嗰份尊嚴發出嘅警報。因為要承認被教導去照顧身體，就好似變相承認咗自己老啦，有啲廢啊，生鏽啊。但係今日我唔係教你做運動，亦都唔係講啲老土嘢，我係想同你一齊做一場呢身體嘅探索。我要話俾你聽。你嘅對小腿其實係你全身神經嘅總電掣。如果你識得自己開掣，你保住嘅唔單止係行動嘅能力，而係你作為長輩嗰份唔使求人，想去邊就去邊度嗰種嘅自由嘅氣魄。今日呢，我哋唔講後生仔嗰套，我哋講大腦升級工程，講點樣用中西醫結合嘅科學方法守住你份自尊。好，入正題，講下古仔先。有老友記咁樣問，我明明行得走得，點解你話我對小腿係大腦嘅開關呢？小腿同埋大腦差咁遠，係咪真㗎？我話俾你聽，呢個就係最神奇嘅地方。我哋先用西方神經科學嘅角度去睇，你以為小腿肌肉只係愛嚟行路？唔單止係咁，喺科學入面，小腿肌肉佈滿咗極其敏銳嘅本體感受器，你可以想象下，佢哋係成千上萬個微型感應器，每秒鐘傳遞幾萬次信號去你個大腦度。佢會話俾你聽，而家你隻腳踏住嘅地方係平路，係斜路，個地方濕唔濕，滑唔滑，你行緊嘅係上緊啊個樓梯級啊，定係落緊嘅斜坡。大腦就係靠呢啲咁大量嘅數據先可以幫你維持平衡嘅。第二個故仔，有老友記咁樣問，如果我對小腿長期僵硬，咁會發生咩事呢？如果因為你坐得耐，或者小腿長期僵硬，呢條傳俾大腦嘅神經高速公路就會開始生雜草噶啦。當大腦收唔到腳底下好準確嘅回報，咁佢就會輕機，佢會陷入極度嘅恐慌。想象一下，你合埋對眼，或者揾塊布蒙住對眼，行喺又高又低嘅懸崖側邊，你驚唔驚？梗係驚啦，我都驚。大腦驚起上嚟呢，會即刻強制啟動一個交感神經，亦即係所謂嘅戰鬥模式。呢個時候，你嘅血壓會砰砰聲咁上升，心跳會啪啪聲咁加快，肌肉就會好繃緊，夜晚係瞓唔到嘅。好多老友記可能會覺得近期脾氣好似變差喎，容易焦慮喎。其實唔係一定係天氣熱啊，其他外在因素㗎，未必係性格問題㗎，可能真係好簡單，就因為小腿太硬，大腦就覺得唔安全，咪強迫你進入一種隨時作戰嘅狀態咯。你以為生活壓力大啊？其實係小腿向大腦發出緊嘅求救信號啊。第三個故仔，個老友記咁問，哇，你講到咁堅，咁中醫又點解釋呢？中醫話人老腳先衰，其實呢句說話係包含咗好深奧嘅科學。因為小腿上面有2個好關鍵嘅穴位，佢係好完美咁樣去解釋咗現代嘅科學。第一個穴位叫承山穴。我知好多老友記都聽過，都聽我講過幾句。承山穴係小腿後方面正中央，當你伸直咗隻腳之後，個肌肉呈現一個人字形凹陷嗰個位置。中醫嘅講法，承山穴係膀胱經嘅重鎮，主打去濕。西醫又點講咩叫去濕呢？我講一次西醫意思，我唔係講醫生啊，我講係西方嘅醫學啊。點解叫去濕？其實濕氣係好微觀嘅，就係肌肉入面係
喺淤積係嘅代謝嘅廢物。承山穴咧啱啱好係腓腸肌兩塊大肌肉嘅交界處，亦即係神經同埋深層靜脈最密集嘅物理嘅樽頸位。如果你小腿僵硬，呢度就好似塞車咁樣。當你按通咗佢，靜脈嘅血液回流就會變好啦。佢會推動腦脊液嘅循環。腦脊液就係負責沖刷大腦垃圾嘅清潔液。所以按承山穴唔單止係鬆下隻腳，仲係幫大腦咧清洗大腦，預防腦退化，就係咁簡單。第二個穴位太溪穴，太溪穴又係乜嘢？大家老友記可能又話聽過，都請你俾少少時間我。就係腳眼嘅內側，你揾隻手摸下隻腳突出嚟嗰嚿骨之間嗰個凹陷嘅地方。中醫講法，腎經嘅原穴，即係最原始嗰個穴位啦。腎主骨生髓，通於腦。西醫嘅結合就話呢度正好控制住成個足底神經反射區嘅深層神經叢嘅樞紐。如果刺激太溪穴，其實咧就手動模擬緊雙腳好穩穩陣陣咁踩喺地面嘅安全信號。當呢股好強烈嘅信號傳上大腦嘅時候，大腦就會覺得我係踩住地下嘅，我而家係好安全嘅，咁叫接地氣，就會即刻熄咗嗰個戰鬥模式，轉去負責修復放鬆嘅副交感神經。嗱，多咗個副字就好唔同啦。中醫叫呢個做滋養元神，科學咧就話啟動身體嘅自我修復機制。講咗咁多，入正題咯，就係實務上面點樣操作先？要撳幾大力啊？撳幾耐啊？係咪撳到佢有咁痛得咁痛啊？當然唔係啦。呢個亦都係最多人有誤會嘅地方，以為撳到去飆眼水啊先叫有效。嗱，咁樣咧真係唔啱嘅。力度我哋係撳落去嘅時候要有種叫酸脹嘅感覺，而唔係刺痛。你按落去嘅時候，酸酸脹脹，好似有股氣入面谷住嘅感覺。呢種感覺係話俾你聽，你已經觸動到深層嘅神經叢。錯誤嘅示範係點呢？佢用死力係咁同你捏到個皮膚又紅又腫，仲要搞到深層嘅神經咧硬邦邦。如果你按到直情有刺痛嘅話咧，你係傷咗表面嘅筋膜，大腦收到嘅痛覺信號咧，反而令到個肌肉更加繃緊嘅。然後再講按幾耐啊？唔使咧，一按就按半個鐘嘅。每個穴位用大拇指按住，慢慢打圈，做3-5分鐘咧就可以收手噶啦。最好咧係早晚各一次，特別係夜晚瞓覺之前按太溪穴，即係腳眼附近啦，可以催你個大腦叫佢休息瞓覺，總好過靠食藥然後瞓覺啊。仲有一個常見嘅錯誤係乜嘢呢？就動作太快，好多老友記撳幾下你攰啦算數，其實唔係，我哋最緊要夠慢，慢先係你嘅優勢。點解呢？慢慢滲透，想象下你嘅力度要滲入去肌肉嘅底層。我自己試過咁樣做，坐喺張凳度，趷起隻腳，即係腳尖掂住地下啦，腳踭就升起啦，然後用拇指去撳嗰個承山穴嘅位置。你一撳中咗嘅話咧，你會感覺到酸麻脹痛乜都齊，但係好可能你左右腳嘅感覺唔同嘅，唔同咧係好正常嘅。每個人嗰個重心腳有啲唔同啊嘛，肌肉個勞損亦都會唔同啊嘛。咁你就去感受下，用個拇指邊度撳到去酸酸痛痛咧，你撳中咗噶啦。如果你係左邊痛啲嘅，咁你哋輕力啲咯。咁你哋揾翻相同嘅位置按右邊，咁就肯定就撳得啱啦。如果聽到呢度你都係覺得冇所謂啦，唔撳啦，我覺得自己冇問題，咁我就一定要話俾你聽，老友記，呢種嘅病情慢慢推展落去咧，會有一種叫做感覺剝奪。當你嘅小腿僵硬，神經冇辦法通到上大腦嘅時候，
大腦會越嚟越唔覺得你真係踩緊個地下㗎。你觀察下你周圍嘅長輩，去到一啲唔係好平嘅路或者人多嘅地方，佢哋會點？行得快定行得慢？一定行得慢咗，而且會最好點樣扶住人行，或者扶住個欄杆企喺度，唔好放住。佢哋喺度等乜嘢？佢哋唔係等乜嘢啊，係個大腦覺得我都唔係踩緊個地下，我要揾翻個地下先，咁然後先安全啊嘛。呢種嘅恐慌呢，會導致到後期長者唔出門嘅主要原因。個神經嘅回路萎縮得越嚟越快，個大腦嘅海馬體會因為缺乏外界嘅刺激而急速嘅萎縮，呢個就係腦退化嘅開始。我有另一集係專門講海馬體嘅，咁留意翻我其他嘅集數講嘅嘢啦。如果對於今集咧係有啲唔清楚、唔記得嘅地方咧，可以再重複去聽多一次。我咁長氣，除咗係對住你哋講之外，其實我都係對住未來嘅自己講。我今日有做㗎，我今日有開始保養㗎。我保養呢樣嘢係為咗自己第日行路嘅時候有自由，我鍾意去邊度就邊度，我仲要去旅行㗎嘛，我仲要去行街 shopping 㗎嘛。我每日只係花3-5分鐘或者10分鐘、20分鐘好未？咁我就可以換到乜嘢啊？將來嘅幾十年嘅自由咯，好抵啊！所以老友記啊，如果你係固執嘅，請你繼續固執，不過係固執守護你嘅行動自由，唔好俾時間同埋神經退化咧帶走你嘅尊嚴。照顧好你嘅小腿，你保住嘅係大腦嘅清醒。聽咗咁耐，而家試一試啊，去揾翻個城山穴，去揾翻個太溪穴嚟感受下。如果而家呢個時間已經係黃昏嘅5至7咧，呢個時候係腎經最旺盛嘅時候，補腎嘅效果最好。咁撳邊個穴啊？太溪穴，冇錯啦。另外，如果係瞓覺之前，大概可能你哋9點10點已經瞓啦，亦都有助於舒緩身體，提高呢個睡眠質素，激活呢個腎經嘅氣血。如果呢個時候你腳已經開始有啲攰咧，咁啱晒啦，撳邊個穴啊？承山穴。承山穴最好咧就喺行咗好多路運動之後，或者坐咗好耐之後，又或者企咗好耐之後進行按摩。呢個時候你加少少熱毛巾敷一敷佢，再按咧，效果係加倍嘅。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內容係實用嘅，請你分享俾你嘅老友啊，幫幫佢哋啊。咁我哋一齊維護自己嘅大腦同埋維護自己嘅行動自由。好多謝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